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0年9月初1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3篇第1节到第4节，13节到18节，出埃及记第5章第1节到第6节，过来个13节。启示录第3章的第7节到第1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认捌上帝。认捌上帝无，也是讲有相信上帝无，其实这是非常重要，毋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啦吼。咱要搁再次来讲到出来记中间记载的这个10个灾难法老王以及以色列人，甚至是摩西。严格来讲，伫出来记第3章记载。摩西伫山顶拄着上帝进前，也是讲迄个时阵，伊还无认捌上帝，因为上帝安尼自我介绍讲，我是你祖公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对于摩西来讲，即位就亲像是圣经记载讲，古早捌听过你的上帝。亲像约伯共款，约伯对上帝的态度其实是真尊敬，但是若照整个约伯记来看，伊真有可能是一个家团的信仰，应该有诶尊重，伊有尊重；应该爱做到诶代志，伊有做到，所以被称作义人。但是，当伊真正拄着苦难了后，伊才渐渐体会上帝无搁再是迄种祖公的上帝、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。对伫约伯开始真深体会安尼的上帝了后，这个上帝就变做是我的上帝。约伯讲：“当我亲目看你。”出来记的记载真明显，将以色列人甲埃及人中间的问题记载伫咧。摩西甲法老王放做伙来做一个对比。咱加入着一寡民族的问题，就是咱讲选民的问题因素伫内底，互咱真侪人看袂清楚经文真正的意义。因此，有人总是认为上帝只有照顾以色列人，就是迄个选民，无来照顾即个埃及人。的确是安尼啦吼，互人会通会去感觉即个焦点真无明。所以今日牧师想要搁借着另外一个经文，咱倒转来伫创世纪来看约瑟的故事。伫创世纪39章以后，咱看见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故事。约瑟的身份就是一个奴隶，通好卖奴隶。41章开始记载，法老王，埃及法老王伊做梦，这法老王伊无在调伫伊的国内，遮个巫师，也是讲遮个看星象的学家。中间也是讲有一神明的基础的即个信仰内底，无有一个人会通帮助伊来解梦。后来，迄个酒政想起着伊伫监狱内底有一个人替伊解梦，这个人就是约瑟。伊就将约瑟来介绍法老王，法老王就派人去调这个约瑟来。两项代志出来，记甲创世纪的比较的下面，牧师感觉法老王面对以色列甲以色列的上帝，迄个态度是无共款的。约瑟的时期的法老王虽然毋捌上帝，但是伊的心比较起来较柔软，伊愿意相信，因此伊对约瑟安尼讲。我搁再找袂到即个这是对伊的官员讲的吼。我搁再找袂到亲像约瑟甲理想的人。伊讲，因为有上帝的灵甲伊同在，所以第39节，王对约瑟讲：既然上帝将一切指示你，
你就一定比所有诶人，比什么人更较有智慧，更较有看见。我要派你治理我诶国，我诶人民，要服从你诶命令，伫本国手，我诶权力悬过你。现在我任命你做埃及诶首相，但是咱咧讲宰相啦吼。法老王愿意听约瑟诶，迄个背后是因为有上帝灵甲伊同在。咱倒转来伫出埃及记诶法老王诶故事记载来看，同款面对着以色列人甲以色列诶上帝诶权柄，伫出埃及记诶法老王却是心非常诶刚硬，伊无愿意降服。可能是伊认为伊国力真强，可能是伊认为伊家己所相信诶神明真厉害。对一开始对管影变做蛇诶代志，到伫每一摆诶谈判，每一摆诶灾难，甚至到最后要过红海诶时阵，伊犹原感觉讲我诶武力即600台诶迄个战车吼，会当赢过即阵吼，完全无做一个以色列人。但是咱知影要凭着一个人诶力，凭着遮诶正心明诶气力，敢真正会通赢过上帝吗？真正亲像安尼想诶人，其实真正是毋捌上帝啦吼。约翰伫写互腓立体会诶教会批安尼讲着：是圣是真。有大笔的锁匙，开就无人会关，关就无人会开。伊的话讲，我知你的所做，你看我伫你的面前已经有甲你开门，是无人会关的。因为你担保的气力已经守我的道理，袂捌我的名。撒旦的话，家己讲是犹太人，其实毋是，是讲白贼的。我要想诉你，互因来拍伫你的骹前，搁互因知我已经疼你，因为你已经守我吞因的道理也要守你脱离迄个试炼的时，即个时要到伫天下来试炼朗总伫徛伫地上的人。这已经咧表达迄个上帝的气力。咱到底捌上帝啊无？即句话我相信毋是干那初代教会一个腓立体会教会尔听。其实这个话嘛是当初是咧甲出埃及的法老王甲埃及人，甚至以色列人咧讲互因听的。更加是现在对你我现代基督徒所咧讲的。上帝开的门无人会当关，上帝关的门无人会当开。咱认捌上帝吗？咱真正捌伊吗？咱必须爱真正认捌，伊是咱全能的上帝，伫困境中唯一的倚靠。当然，也是倒转来迄句话啦吼，伫圣经嘛安尼讲，咱着爱相信、接受、顺服，然后咱才会通得救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0年的9月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3篇第1节到第4节，13到第18节，出埃及记第5章的第1节到第6节，还有13节，启示录第3章7到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认识上帝。认不认识上帝，或说相不相信上帝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不只是对基督徒，对所有人都是一样。我们要再一次从出埃及记的记载当中，特别像10灾当中的法老王啊，以色列人啊，甚至是摩西啦，我们来回顾这些记载哈。严格来说，出埃及记第3章，摩西在山上遇见上帝的时候，他还不认识上帝，所以上帝必须这样子的自我介绍，说我是你祖宗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、雅各的上帝。
这一位上帝对摩西来说，就是那种曾经风闻有你的上帝，因为他可能听过他妈妈讲哈。也正如像约伯一样，约伯对上帝的态度是因为家传的信仰，该有的尊重，该有的遵守，他可能都遵守到了，所以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。但是直到他遇到了苦难之后，那个种种的磨难，那种种种的思想，让他慢慢的体会，那个上帝不再是祖先的上帝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。对约伯来说，上帝已经变成我的上帝，所以他在最后他这样讲：如今我亲眼见你。出埃及记的记载里面，很明显的将以色列人、埃及人、摩西、法老王放在一起做对比哈。但是因为加入了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思想，所谓的选民的因素在里面，时常让我们看不清楚经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。因此，有人总是认为上帝只顾以色列人选民哈，而不顾埃及人啊。这的确是容易让我们模糊焦点了哈。因此，今天牧师希望我们先离开出埃及记，我们到创世纪去看约瑟的故事。创世纪39章以后，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故事里面，约瑟的身份其实就是一位可以被买卖的奴隶。41章开始，我们看到记载了埃及法老王他做梦了，那在他自己国家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巫师啦、占星学家啦，甚至他们的所有的神明这样的基础里面，他找不到有人可以帮他忙。后来在他的官员纠正，他想起了这个在狱中有一个人帮他解梦，这个人就是约瑟。他将他介绍给法老王，那么法老王就派人去找他出来。整个过程当然我们就不用再非常仔细的描述了哈，我们大家都非常熟。那在两个法老王，一个出埃及的法老王，一个是约瑟时期的法老王，两个相较之下，同样是法老王，面对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的上帝，约瑟时期的法老王虽然不认识上帝，但是看起来他的心是比较柔软的，他愿意相信，因此他就对他的百官这样说：我们再也找不到比约瑟更理想的人。后面那句很重要，他说：因为有上帝的灵与他同在。王又对约瑟说：上帝既然把这一切指示你，你一定比谁都有智慧，更有远见。我要派你治理我的国，我的人民都要服从你的命令。在本国只有我的权力高过你。现在我任命你做埃及的首相，我们说的宰相了哈。法老王愿意听约瑟的，因为呢有上帝的灵与他同在。我们再回到出埃及的法老王身上，同样是面对以色列人以及以色列人的上帝的权柄，他的心却是非常的刚硬，他不愿意降服。或许是因为他认为他的国力非常强，或许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所相信的神明都很厉害。从一开始的这个牧羊杖变成蛇，乃至到最后10灾以后过红海的时候，法老王仍然认为自己的武力可以胜过这一群乌合之众。可是他就没有创世纪那个法老王看到的，他背后有上帝的灵。我们凭着一己之力，凭着众神明的力量，真的能够胜过上帝吗？这样的人，这样的想法的人，真的是不认识上帝啊。
在约翰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信中这样子提到，他说：“那位神圣而信实，执掌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门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门就没有人能开。这样说，我知道你所做的，我知道你只是有一点能力，可是你遵守了我的话，也对我忠诚。我已经在你面前开了一个门，是没有人能够关上的。看吧，那些撒旦的党羽，自称为犹太人，而其实不是犹太人的那些骗子，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，让他们知道我爱你，因为你遵守了我的命令，忍耐到底。所以在患难临到全世界、全人类都受试探的时候，我要保守你。”我想这个话不是只有对初代教会的这个菲拉铁菲教会的信徒而已。其实这个话早期也对出埃及的法老王、埃及人以及以色列人讲给他们听的。其实这句话也更是要对我们现代的你我基督徒说的话。上帝开了门，没有人能关；上帝关了门，没有人能开。我们所认识的上帝，我们真的认识吗？我们真的认识他才是我们全能的上帝，是我们在困境当中唯一的依靠吗？当然，最后还是回到那句话，圣经里面提到的，我们必须要相信，我们必须要接受，我们必须要顺服，我们才能得救。